方式来进行，其他的捕获物产也会互相分享。这个字比较难的大概就是经济制度经济财产农地这个营造共同营造互相分享那换工这个词呢，它有我们的那个专有名词那你看看你的翻译是什么经济制度共有财产，共同营造，共同建设建立是一样的概念那换工，互相换工，这是我们有专门的名词，看看有没有不太一样的互相分享，大概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比较难的应该就是经济制度这个词，你看看那换工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单词了经济制度这个词看看你怎么解释，什么叫经济？好，看看你会用什么单词好，这个熟吗？不错很好。这个它是直接用这个日语介词好。この記載はmaki satu inyaru ai pinoran kumikuanai tu purung atafung mapapaliw mapapaliway ko tayar tu mi maumahay ano sa mi pafatis tu tama ko pinoran 好基本上这个整个意思已经差不多了，没有问题好。经在经在就是日语介词经济，用什么也可以了事物属于经济的事物啥都全部是在部落的百姓去管理去管理的人全部都是部落的百姓管理整个布隆阿达凤所有的财产然后马巴巴例外古达亚工作会互相换，都眉毛马害ano这没办法，this 都大马古非常烂那个烧麦，你现在就是基本上你少了这个了猫马害私人的农地工作对，这个句子没有翻到，你看看你怎么加强好。好，其他人还没有翻好那我这边就是说什么叫经济经济就是关于整个部落或者是整个国家、整个乡公所、整个县政府的一个概念财务农作物所有的东西都叫经济无论是钱财还是物品的收获量，或者钱的多寡这个整个经济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就是家里的经济，家里的经济不是只有钱包括这个农作物有多还是有少，还是欠缺这个概念都是叫经济经济不一定是钱货品也是所以当然你可能是参考这个九节教材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字呢，我认为可以用这个字哈，给那伊拉，好，给那伊拉，好，给那伊拉叫收货物，好，可是光是给那伊拉呢，可能还不够，你看看你怎么附加这个词缀，好，所以经济制度就是关于收获、收成啊这个概念啊，可以用这个给那伊拉这个词来，但是你光用给那伊拉不行哦，要加词缀哈。那这个词是从嘎伊拉哈，本来就该拥有的啊，然后再加这个 in 哈，再加这个 in 哈，in 是一个前中缀哈，它是从嘎伊拉，嘎本来就该拥有常态性拥有的有的啊啊，不论是自然生产啊，自然有的啊，当然啊，在古代的话，我们是很少去种东西的，我们都是采集米达邓、米阿洛、米福定啊，米米达福过头什么之类的，都是咪啊。为什么是咪？因为我们是自然的，在自然界去采集。好，苏醒好了哈。好，我的嘎嘎万呢，经济经济也是差不多是个介词哈。Satu makumutain no finauran ko sa fong no nyaro ha. Mapapaliw sangla momah yumah to no niya ha. Mapapafatis hatsa to ni atupan 好这边呢好一点就是这个有加了这个努尼亚，属于个人的哈，所以就比较贴近这个中文的翻译哈。好，努尼亚，阿里嘎嘎哇也可以说是制度哈。呃，然后呢，我看一下马八六好86哈，重点是86了哈。马八六章了阿毛嘛哈工作的是用互相换工的有马努尼哈在属于自己的这个农地私人农地可以哈。好，马八发 dis 好，阿扎都苗都办这可以哈，就是也彼此分享哈。所以这个发 dis 看看了哈，等一下再看哈。马八六外好也没有问题。好，看还有一个哈。小马有改了哈，看一下改在哪里。Unang kinailangan no finalan at maki satu inyalo ay finalan kumikuanay tupulong safong mapapaliwai kutaya no mimamahai iumah no niya 好，这里哈，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样就有翻到这个个人的私人的哈。那这样没办法 dis 都打码过 finalan 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好，没办法 dis 跟没办法 dis 哈。呃，看一下哈，马巴巴法 dis 哈，一个是马巴法马一个是咪好，看一下哈，
好，一个是咪，好，一个是吗？啊，当然词根是发 dis 哈，把发 dis 了哈，应该真正来讲就是把发 dis，发 dis 不行，要把发 dis 啊，去啊，呃，这个妈巴呢，它有点点彼此互相的意思了哈，所以如果按照翻译的话哈，按照翻译的话妈巴妈巴巴发 dis 哈，是这个啊，也会彼此互相分享啊，就是这个词会更好哈。那个烧妈，你可以理解吗？可以，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咪当然嘿，不是不可以，就是按照翻译来讲，就是他会分享，彼此互相分享，就是没办法的，只是说你去分享而已，你去，但是别人会不会分享给你，没有说，可以理解吗？哈，咪就是我去分享，但是没有说别人也会分享给我，所以嘛巴发 dis 的话就有这个意思在了哈，这个词义的差别在这里哈。好，好，这个拿着啊，拿着带翻好了。好，那个扫码呢，它改成吉纳伊拉哈，那吉纳伊拉是可以，但是哈不够，这个词不太够哈，看看有没有人写到哈。好，我记在努力个词，那个啊，等一下，我 final 了努鸟了啊，啥什么更过个布隆安努啥风努鸟了啊，马上西巴那个那个是马上西巴浪还是巴浪？马上打错嗯字，啊，巴浪是什么？不知道。巴浪是乌鸦啊，巴浪是乌鸦哦。好妈妈把留外，嗯，好，等一下再说哈。古多kata yalan amin semak ku mau makan no tireng no niah ulma satu i mapafatis asa ku adopen to finalan ini aro 好好，uki 在努力个词，好，这个词这个顺序有没有问题？那个这要个顺序，uki 在努力个词有没有问题？努力个词努给在对，属于经济的，是不是？哈，属于经对济的制度、法律，是不是？哦，就是这个概念，要多好好的应用哈。如果你是用 R 的话就可以，乌鸡在阿里个词，那个就是中文顺序。可是这个是阿美哈，乌里个词努鸡在哈。好，乌菲闹了努娘了，哈，乌菲闹了努娘了，属于这的百姓。然后呢，他他妈更，他他妈更，所以后面不顺了。好，后面没有不顺。共有财产是由部落族人来共同营造嘛哈，共有财产哈，呃，嗯，菲那拉努尼亚了，姑哈姑，好，姑怎么样？管理啊，我菲那拉努尼亚了，姑咪怎么样？管理怎米么说？关内咪关奈哈，
管你什么？ kapulungan nu sapong nu nyaro 好，是吗？可以吗？你管那度沙缝，波弄弄，不要嘎了，波弄弄什么沙缝弄，你了有没有？好，那个前面的那个努尼亚洛也可以不要，好，我非要让顾是不是？这样就比较好。我非要让顾米管那度波弄弄沙缝努尼亚洛，好，沙多沙缝努尼亚洛也可以，波弄，好，没问题吧？好，再来呢，下一句。私人农地工作则会彼此互相放工的方式来进行，好，所以啊，这个就不要了哈。好，妈不能妈妈八六外，要妈八八六外。妈妈的话将会被换工，这个意思不太一样哦。哈，妈八八六外，然后呢，彼此互相换工。姑什么？你那个猫妈汉哈，要变成人，是不是？猫妈汉是不是？嗯，对，猫妈汉啊，妈巴巴黎外国猫妈汉都什么？敌人努尼亚，敌人努尼亚，敌人就可以了。自己的什么？都乌妈努什么？哈，都嘛努敌人嘛，自己的地嘛哈。农人他们自己会彼此互相放工，是什么？换什么？自己的这个农地啊，自己的农地是不是？对，可不可以？可以。好，哎，这老师，样就可以了。那因为有看过他们就是中文，他写自身的话，那个自身我只要努迪楞就好，或者是对，努尼亚就好吗？两个字都可以两个字都可以。尼亚或敌人都可以哦，自啊身好，那我知道，谢对，谢老师。敌人就是自己，也就是身体。我说尼亚也是自己哈，这个词两个词都可以。好，好，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其他的捕获物也会互相分享哈，其他的捕获物其他的捕获物，其他的啊，好，那好，还是八哈，发 this 哦，阿扎哈，不是谁会换？那个啊，是谁在换？谁会分享？就是捕猎的人跟主人分享。所以啊，孤的后面是哪一个词？平常乱，对，啊，分享什么？鸡蛋嘛，不用打骂了，都笨就好了啊，猎物啊，是不是？没问题吧？好，好，这个就比较简单哈。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姑啦、都啦、奴啦哈，
啊，这个概念要多练习的去应用哈。好，这个 OK，我们看下一个。啊，红爱哈，红爱。嗯，好，它是用这个里格子哈，沙里格子。好，沙里格子诺是马给哈马古在古鸟了啊，非常烂，古非常烂诺鸟了哈，马古木在古非常烂诺鸟了比较好哈。那个红爱部落属于部落的百姓嘛哈，啊，用这个会比较好哈。米达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哈。安欧尼亚还是马啊，安欧尼亚还是马一哈，这边加个一会比较好，停顿。886，你这个重叠有点问题哈。88086，哈，这边要少一个 W，哈，88086，哈，就可以了。米塔什么按照888dis，888dis 古达玛都非常烂，好，可以哦，好，这样可以。尼亚我尼亚什么的，好，可以哈，可以。这个这边就是没有翻到什么呢？没有翻到共有财产。那么古墓在一个好，也差不多。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呢，从事情这个地方，好，可以了哈，好，没问题。好，还有没有？巴盖尼。那个小曼，你又换了是吗？对，我又换一个词，好，没关表系。经济。好，OK，很好哈。好，你用 Saga Olive 也可以哈。好，就是说我们尽量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哈。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想不出来，直接用介词经济直接翻经济应在都可以哈。重点就是你要翻出来，如果你翻的不对那就扣分了哈。巴盖尼 Saga Olive 可以。这个奥利因此怎么样可以活着生活？那个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跟经济有关系。satu ini aro ai finaulan ko mi kuanai to porong atafong ha mapapaliwai ko tayar no no mi mau mahai ha 有吗 no niya anza anoza mapapafatis to tama ko finaulan。好，那个三妈，你为什么这个 no mi mau mahai 哈？你为什么要加 mi 哈？我是想了解一下。工作的人，那做毛毛汉不农的人，是工作的人吗？毛毛汉是什么？当然就是工作就是我要知道你要用咪的这个意识在哪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毛毛汉本身就是已经是工人了，毛毛汉是正在工作的人哦。那你毛毛汉对，不是不可以哦，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加咪，我要问的在这里。因为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是互相换工嘛，是不是你看这个对，有这个意思。巴里外跟这个咪巴巴里外，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妈有点是这个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啊，彼此都会这么做，所以才叫妈啊。那你这个咪呢？咪猫妈害啊，当然没有错，因为 nu 的后面它要变名词也不是问题。去工作的人，哈、去工作的人呢，咪猫妈害是去工作的人哦。我会翻成这个样子，属于去工作，在自己工作，在自己的农地里面去工作的人，叫咪猫妈害啊。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对哦，就是你要确切的知道你加咪的差别在哪里啊。猫妈害啊，努猫妈害伊乌嘛，努尼亚啊，马巴巴里外国大家努猫妈害伊乌嘛努尼亚，你看也是没有问题哦。马巴巴里外国大家努咪猫妈害伊乌嘛努尼亚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要了解，就是说你用咪跟不加咪的差别了哈。好，没问题。好，再来下一句了哈。岁时祭仪文化啊，部落每年都有固定的祭仪文化活动啊，活动内容主题不外乎是敬拜造物之神、敬老尊贤以及为后代子孙的薪火相传。好，就是这个些单词，大概我们之前都翻译过了哈。祭仪文化啊有重复啊，主题内容主题造物之神敬老尊贤薪火相传我们翻看看哈。部落每年都有有不外乎是为这是主要的动词部落有记忆文化活动内容是这些呢都是为后代子孙的薪火相传所以这几个是主要的动词哈。他用巴盖尼伊萨卡奥利比这个巴盖尼这个是很好的，借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模式，巴盖尼伊萨卡奥利就是这个是蛮好的哦。这个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按照那个字面的意思去翻哈，所以巴盖尼伊萨卡奥利是可以的哈，蛮好。巴盖尼就是借着这样的方法或途径那个巴嘎是这个意思哈。一逆这样的，一逆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什么叫岁时？就是跟年有关系，每年基于文化活动所以可以整合你可以把它整合，也可以再分开。所以部落每年都有固定的基于文化活动主题内容主题可以整合起来因为有些是重复了。好，薪火相传薪火相传薪火相传跟记忆文化这个两个词好，什么好了哈。
Wa ilisin no selangawani ilaku ka ilisinan leka kawa 哈，应该后面加一个 a 哈，leka kawa 哈，no nyalo to mehzazaan 哈，没问题。Unatlemak no ilisin i 哈，o papi baka fana au to tamsau to kawas mafana mingusu to ma to asai atau sapi lai to terus nomita，你用 sapi lai 哈。好，mehzazaan 哈，每年都有哈，改利西难的嘎嘎哇unatlemak no ilisin i o papi baka fana au 哈。这边就概括了哈，就是人哈，这个还有这个神哈，造物之神哈，敬老尊贤啊，麻烦那阿明乌路多嘛多阿塞哈，敬老尊贤阿多萨比来多terus nomita 萨比来那个萨比来就是看看你要不要再加强一下哈，就是萨比来这个字差一点点，加什么会比较好一点，更好啊？terus nomita 哈，后代啊，因为薪火相传嘛哈，萨比什么？萨比来的话差一点点，再加什么会更好？太难了，好难，好不会难不会找到字。啊，就是这个就看一下，是词缀的应用，然后我直接帮你加哈。好好，谢谢老师。萨比巴，因为你那个来哈不好接在萨比，一定是巴来，使好什么来，使能够传承，巴来就可以传承。虽然萨比就是想要为对，就是为的这个传承，萨比巴来要在后面加这个奥更好。想要为着阿杜萨比巴来要都德罗兹努米达，这个就更漂亮了哈。好，谢谢老师。这个沙比哈，沙比这个词缀很好用哦。好，我这边换一下，你要多看一下这个沙比，然后后面是奥的，好，这个两个字很接近哦，沙比，奥，好，跟沙嘎，好奥。这个都是想要的意思哈，为着为着后代所以这个两个都可以用哈。好，这样的话就很漂亮了哈。但是这边有一点点哈，巴比巴嘎芬的奥都当少哈，不高瓦斯，所以前面没有问题啊。巴比巴嘎芬的奥都当少，然后后面读高瓦斯的话有点不合适，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因为是敬拜造物之神嘛，有没有？对，就是这个字，你这个地方就差那么一点。巴比巴格芬的奥度等到就是借着这个活动怎么样，文化去教导人，然后怎么样，敬老尊贤，麻烦那阿明乌路多嘛多阿塞没问题。但是就造物之神这个地方就差一点，有没有？有，不会翻。你敬拜怎么说？米达翁吗？米达翁呀，米达翁多嘎瓦斯就好了是不是？好，米达翁多嘎瓦斯是不是？去敬拜神嘛，米达翁多嘎瓦斯就接上去了嘛哈，没问题哈。好，没问题。
好，我们看竖线的哈。Usulangan lisin ilang ko gagawa lisin to may tsatsaan inyaro. Patusukan gagawa upi aray to paulipaya gawas kangusu to matuasay. Kangusu ato parutsek to 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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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utsek. 好。好，这边呢前面没问题，我是让万努力性哈，努力性伊拉古的嘎嘎万努力性度，面上是按你聊了。我把读书干努，然后就是这个记忆的目标哈是在我比阿赖哈去感谢创造也可以是尊敬哈，奥利拜高是创造神哈。乌干乌树多嘛多阿塞。乌干乌树多嘛多阿塞。比魔术，对，好。用嘎也是可以，后面要加光嘎不行用 B 比较好哈。我平无数也不能明无数那个如果是明无数呢，那个乌就不要明无数多嘛多阿塞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用咪，那个乌就不能有了。如果你要用乌，就一定要用 B 这个概念有了哈。我知道，我常常讲了哈，就说乌的后面一定是名词。如果你要变动词，那个乌就要删掉。你用咪也可以，明无数多嘛多阿塞也没问题啊。可是你用乌了，你就不能用咪好，这个概念你应该慢慢有。好，度也是一样。你看，因为后面巴鲁这个是什么？它是动词，所以那个乌怎么样？如果你一定要乌，后面就要改。比巴，对，比巴鲁速度哇就可以了。很多人都会把那个 B 省8的。不行。如果你要用8的话，那个乌就要删掉。好巴鲁速度哇也可以。这个乌就是它很麻烦在这里，它后面必须接名词性。乌比巴鲁速就没有问题了。乌比乌度你看这边乌巴图书干，你看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后面是按嘛后面是按，有没有？巴图书干，如果没有按的话就不行。乌巴图书就不行，它必须变成是名词性的这样的话就 OK 看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增加的。敬拜造物之神，敬老尊贤，薪火相传。敬老尊贤薪火相传好，传承入足可以没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乌的后面这个就是你习惯了，大概就 OK 了就像这个，你这边有没有 B 乌 B R 赖？你看你这边就有加，有没有？好，有。你加一定是不会错你不加的话可能容易错，可能我只能这样说，可能不一定可能。好，因为这个文章不是这个句子比较长了那如果你没有先写好的话，你就可能就现在还在写没关系斯兰阿万这边当然就是文化了斯兰阿万那这边呢也是用斯兰阿万都是用斯兰阿万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用了已经用了
当然，如果就是这是翻译哈，就是尽量贴近中文的意思哈其实不论长或短哈，但是你的意思基本要表达的足够就可以了。那当然，比如说如果要挑的话哈，当然还是有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嘛如果说以这边的话不外乎你看不外乎不外乎是在这个敬拜造物主编屋主这个在哪里我比阿赖都保利拜阿嘎瓦斯当然这个意思已经翻的是但是不外乎如果说要加这个不外乎，你看要怎么加就是那个书写，就是你看看有没有别的这个想法好，所以不外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理解一下不外乎这个词，然后呢，怎么用阿美语说？就是的意思吗？就是也可以啦，不外乎就也可以，是但是就是说不外乎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别的路啦，就是只有这样，它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只能这样这样子的意思。嗯，所以你用屋也是可以，但是就不太够。而生无好我，对，哦，哦，所以加什么那个而胜，胜胜，胜是不是？嗯，好胜，这样就更好了，是不是？胜就是没有不外乎就是大概不会用别的管道了，就是也就是跟这个胜唯一的就是这样当然这样的话就有翻到这个词了当然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翻译嘛尽量能够把所有的字都翻到，比如说你这个活动主题啦你就有翻到嘛把读书干就有那这边乌纳是马克诺伊利信这边其实已经有提到了有提到好。好，其他人还没翻好，红爱按错，好按错好了好。我伊利西努斯兰阿万，伊拉多过伊利西努斯兰阿万多没啥子案，因了我把读书看，努力嘎嘎哇伊，我比阿来多嘎哇斯，刚我说多嘛多阿塞多巴特纳根多来伊德鲁兹好，我们看看那个安卓，你的问题记忆文化嘛记忆文化，你的是什么？属于文化的记忆。好，又颠倒了。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好？ Serangan Wanu 一粒性。对，好，你是上教课教到头晕了啊？后面呢？一样。好，一样吗Serangan Wanu 一粒性。好。
我第一个是写十郎啊万努伊犁信的，可是怎么想一想好像觉得颠倒呢？是什么？就是记忆文化讲的是文化还是记忆？就是你要看这个中文的词哈，有没有？所以它的主词是记忆哦，因为记忆产生的文化，了解意思吗？了解。好，好，好，伊拉多过十郎万努伊犁信，努力信还是伊犁信？伊犁信是离信还是伊犁信？伊犁信伊犁信哦，可以吗？理性据点。对，应该是离信哦，不是伊犁信哈。离信跟伊犁信的差别在哪里？因为离信是名词，好，伊犁信的话当然也是名词，但是它是伊犁信通常是指丰年祭啊，有没有？离信的话，离信它也有这个咒诅的意思，咒诅它就演变成这个祭典哈，祭典。哦，好，把图书馆弄了个哇哈一样哈，ubi alai 多嘎瓦斯哦，ubi alai 多嘎瓦斯是去感谢神哈，可是中文是什么？敬拜，好，敬拜啊，当然感谢也是敬拜了，好，我帮你圆了哈，ubi alai 阿杜，然后呢，米达翁对，米达翁是不是？我比阿赖阿杜阿杜米达翁，好，米达翁都给我好，好，刚我说印度嘛都阿塞，懂吗？刚我说古马多阿塞。好好，感恩姑好，刚我说印度嘛都阿塞阿杜巴特纳阿杜巴特纳根都来一头子，阿杜巴特纳根都来一头子，巴特纳根都来，好，巴特纳根哈船嘛哈。薪火相传不会，我知道巴德纳根，巴德纳根都，哎，来喏，巴德纳根都来一德子，其实就是那个来哈当然传承繁衍了，把的那个叫繁衍了哈。好，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了哈。我看一下，刚我说多阿塞都巴德纳根都来，都巴德纳根都来一德子，一德子。那个，你有没有更好的那个？把灯那更多来了一德子，好，就是会更好一点了。因为你这个好，就是说，你看你的句子哈，孤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边是阿杜，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马杜阿塞跟后面这个是并列的，是并列的概念。
所以我的意思应该是你这个阿杜不应该是阿杜了。好，那个阿豆，你有没有听到？有，我想不出来。这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后面的主词是并列哦，对，因为是阿杜，嗯，所以我想的问题是在这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并列，所以这边不能阿杜。好，刚我说问过嘛，多阿塞阿米巴德纳阿米巴德纳啊米阿米巴德纳都来一德子。好，嗯，你这样念看看会不会比较顺？对，因为要敬对老尊贤嘛，然后去薪火相传嘛，是不是？对，如果你用阿都的话，就变成是跟马都阿塞它是并列的，就不行。对，好，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理解，了解。可以啊，真的。对，因为我用度很奇怪，原本是写古嘛都阿塞，可是我用阿都就觉得很奇怪，嗯，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度了。好。对，刚我说恩都马都阿塞，那当然你看了，如果是按照这个句子哈，敬老尊贤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的阿杜就是为了这个以及嘛，是吗？嗯，对对不对？对，好，当然按照中文是这样子，可是你的记史结构呢就不适合这个样子啊，不适合啊，因为你已经合并了，好，合并了。好，那就还有，可是那如果说我这样看到那样的句子，我不要让它合并，我不要阿都，刚我说问过嘛，多阿塞跟加个逗号，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把它分成子句，用最简单的。长句麻烦就是要有啊、有都、有nu去连接，然后又牵扯到是不是它的受格，就麻烦在这里。长句子麻烦在这里。你看，刚我说过嘛，多阿塞这不是很简单吗？有没有？对对然后你这个啊也不用啊，对，然后这边要有一个连接词，你要敬老人家，你要尊敬嘛。然后呢，那米巴真那读来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是好像连接不起来，但是句子是没有问题啊。嗯，那我可以加傻瓜吗？加什么？傻嘎，所以当然了，一定要有个转折语啊。萨嘎的话好吗？好像也不行。对，所以我们的转折语你要多练习哦，就是它有一个顺序嘛，你要尊敬老人，然后是不是？然后你会用哪一个字？大什么嘎啊？大嘎哦，DA 大哦大，对嘛？大嘛，是不是？大，你把的那读来了一德罗兹啊，这样的话就有顺序了哈，然后嘛哈，如此才哈，这样比那个沙嘎好了，就是这个词比沙嘎还好啊。好，基本上就先这样子了哈。那个好，那个红爱，我们等一下再那个了哈。那苏贤，我们休息一下哈，好，好，休息到8点10分了哈。好，8点10分，好。都已经死掉了。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好，哎，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啊，红爱的了哈。啊，红爱的写进来了哈。好，我们把红爱的讲一下哈。好，selangkawan no ligagawa to mehetsaan ilaku ligagawaan no niaro o tlatlamak no ligagawa lig la ligagawaan o mami kuil to gawas kamuroon to matuasay hanatsa hasabi la lutot nuawa ko selangkawan tahira i ikur 哦，好。我selangkawan no ligagawa to mehetsaan ilaku ligagawaan no niaro o tlatlamak 那个如果是 utlatlamak 的话不太行哈。你可以是 utlamak no ligagawa 会比较好哈。utlamak 更 no ligagawa 也可以哈。那你就我这边加 n 的话就可以 utlamak 更 no la ligagawa n 一哈。utlamak no， 所以你后面加 n 的话，可能用 utlamak 就好比较好哈。好，utlamak no la ligagawa n 一我mami kuil to gawas kanguruan kanguruan to matuasay hansa hasabi la lutut hasabi la lutut nuwawa kusalangawan tahira ikul 哈，直到最后哈tahira ikul 哈，就是传到后面了哈，传给后面的人哈。kanguruan kanguruan to matuasay。我建议还是刚过润古嘛，多阿塞比较好了哈。好，刚过润古嘛，多阿塞哈，还能这样好，这样可以了哈。刚过润多嘛，多阿塞，然后后面就比较不好接哈，因为你是个句子的显现嘛哈。好，基本上没问题了哈。那我们看下一个哈。好，自从台湾经济结构改变了以后，现今的部落也跟着社会改变而转变哈，改变转变哈。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所以这边有一个转折语哈，自从现今它是个顺势的哈台湾经济改变之后，然后它这边自从台湾经济改变之后，部落也跟着改变它是这样的，所以前面加了个自从，然后现今的部落所以改变跟着跟着改变而转变跟着改变而转变几个，那你也可以整合了哈，因为这样中文会比较好一点哈。
这种台湾经济结构改变后啊，现今的部落也跟着社会转变了啊。你这个改变转变也可以合并啊。当然，他这个这么说就是为了强调了哈，强调这个改变。好，这个玉涵什么啊？啊，那意就是自从麻烦你度过这个奥利班台湾裔米索麻烦你查查过比南岸你爱你了啊，好，所以你就是按照这个自从了哈，对，按照字面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个一不要，好，你看那麻烦你哦，之后啊。那麻烦你就好了。那意的话，你就按照那个字面翻的话，因为哦、你可以是那怒哈，如果是分开的话，那怒那意那逆都是一样的，是自从的意思。但是呢，呃，因为它嗯是指事情的发生哈，并不是指时间哈，是讲经济的这个结构改变了哈，所以那么法律子那么法律度故就比较好哈。好，好，那么法律度故三个欧里半三个欧里半no台湾裔因着生活的这件事情呃。那么法律是度过三个欧里半no台湾裔米索索马法律子米索索马法律子米索索马法律子哈扎古比南岸no安尼尼安尼了，米索索，所以这个也跟着是什么意思？那个什么？如果按照也跟着的意思是什么？也跟着一样吗？哎，你也可以说一样，就是一起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用咪，哦，因为也跟着就表示它已经是发生了，有没有？呵呵，麻烦例子没有问题，现在就是米图图这个读书 n，读书 n 摁也不行，不行，所以说读书 i，读书 i，爱的话就是读书它是一个还是数沙哦，沙奈三呢？就跟着那个状态是跟着变的，嗯，顺着的，说沙奈按麻烦例子就可以了，那个哈扎就不要了。他这不要，好，好，好，古比南岸努你念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就是说沙也可以，沙奈都可以。那个沙就是它已经是跟着发生的状态。好，这样的话比较好了哈。
好，我要讲的那个关键就是因为它也是跟着发生的嘛，所以你就不能咪。好，那一个人麻烦你度过经济啊，经啊，no 台湾啊，米说说爱过安尼那聊了都下盖啊，麻烦你米说说爱哈现在就是米说说爱可以了啊，正在发生啊，现在是持续在发生的哈。那一个人麻烦你那一个人麻烦你那一个人麻烦你度过经济 no 台湾那一个人。那一个人麻烦你之后的改变了，那一个人度麻烦你可能比较好一点哈。那一个人度麻烦你那一个人度那一个人度麻烦你ku经济no 台湾米说说爱过安尼那那了都下盖麻烦你米说说爱过安尼那那了米说说爱过安尼那那了这边那个苏贤这边有一点点问题。好，那你这边哈，那应该是米说说爱麻烦你对不对？它这个动词结构在这里哈。那问题是阿尼尼亚尼亚洛，好，现在就是你这个地方阿尼亚尼亚洛现今的部落社会也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就是都虾盖这个都这边有一点，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米说说爱过阿尼亚尼亚洛，因为它是跟着社会，所以我是对，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哈。米说说爱过阿尼亚尼亚洛麻烦你看一下哈，米说说爱过阿尼亚尼亚洛麻烦你所以那个都要怎么改？这样的话可以。米说说爱过阿一下尼亚尼亚洛一麻烦你伊尼亚洛是一下盖是吗？麻烦你一下盖，麻烦你都下盖。用一比较好麻烦你一下盖因为如果是我了也不是不可以用一，不是不可以用孤更好。孤米说说爱过阿尼亚尼亚洛麻烦你古下盖，就是社会已经改变了嘛，是不是？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会更好，因为现在的社会部落都已经跟着走了。米说说爱，
然后呢，社会就改变了，马法利古小盖有没有？嗯，哦，所以为什么要用估会比较好？好，那这边用啊是什么呢？你这个啊也可以不用啊，嗯，也可以用这样子，就两句，但是但是用啊就是什么？我讲的，它是两个句子的连接词，嗯有没有？所以啊你不要小看哦。好，米图图爱瓜尼亚鸟肉，它是一个句子。马法利斯果下盖，它也是个句嗯，子。啊，中间用啊来连接两个句子，你也可以分开，也可以连接。啊，这个就是长的好，句子的时候可以出现这个啊，好不好？好，谢谢老好，师。哎，不会。好，张默来了哈。啊，他用多纳哈，可以哈，就是那个纳了哈，重点是那个纳多纳，这个会很都可以了哈。等一下我再说哈。多纳曼法利兹古基在努台湾哈，台湾的话，这个台湾最好是那个 T 是大写了哈。啊，多纳曼法利兹古基在努台湾一啊尼尼爱啊伊尼亚罗爱啊米哈格隆啊米哈格隆。米哈格隆都峡谷啊，马法利兹哈，这个翻的比较简单哈。多纳曼法利兹古记载呢，台湾语啊，呃，这边呢，因为是开头，乌阿尼尼爱哈，乌阿尼尼爱啊，乌阿尼尼爱啊，伊尼亚罗爱啊，乌阿尼尼爱啊，伊尼亚罗爱，阿尼尼爱啊，伊尼亚罗爱，乌阿尼尼爱啊，伊尼亚罗就可以了哈。乌阿尼尼爱伊啊，伊尼亚罗爱也不是不可以哈。米哈格隆爱都。好，米哈格隆爱度，米哈格隆爱度，峡谷，米哈格隆爱度峡谷，阿玛法利兹，米哈格隆度峡谷，阿玛法利兹。所以那个张默，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米哈格隆度峡谷，阿玛法利兹，还是你哈米哈格隆度峡谷，阿玛法利兹。米哈格你这隆都个度是什么度？米哈格隆都下盖，下固，米哈格隆爱都下固嘛？对，那又来一个没有，米哈格隆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度是什么度？它是热还是不是热？跟着社会改变了，所以它不是热哦，嗯，所以表示是跟着什么？哈，跟着社所以会，你哈格隆的话不太够。嗯嗯你刚刚有说到米哈格隆爱更嗯好啊，米哈格隆爱多下过阿玛法利兹会比较好，嗯哈，嗯，好，这样会谢谢，更好了哈。好，好，这个扫码好，他好去接小孩哈。奥萨比利亚斯多尼亚罗哦，比萨哈拉嘎阿米吉林多萨嘎奥利。哦，这个应该是下一句是吗？带来一堵盖，好，这个应该是下一句了哈。哦，它应该是翻的是下一句。好，这个等一下哈。哦，哦，好，好，我们先看，等一下再看哈。
好，那么沙达邦阿玛法利斯多国基在no台湾。好，一过了。啊，米多乌来都下盖，米多乌来都下盖，阿玛法利斯国安尼那样了哈。那马萨达邦开始了哈，阿玛法利斯哈，马萨达邦，马萨达邦，阿玛法利斯多国基在呢台湾。那个安多这边一过了这个地方，有这边跟诺台湾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连接。你自己念哈，那玛萨达邦阿玛法利斯多国基在呢台湾，然后一过了，怪怪的。一棍在之后，好，然后呢，一过了就好了吗？一个让吗？哦，你不一定好要用一啊，不是我说前面的。好，那玛莎大棒，no 阿玛法利斯多国基在 no 台湾，一过了，然后呢，一过了，你还没有别的？我现在不准你用一，你还可以用什么？不能用用都吗？你念看看顺不顺嘛？那么沙达邦啊，马法利斯杜古基在努台湾，好，用都也是可以哈，但是后面就不要加一，这个就你看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好，在之后哦，都一过了，是不是啊？对，是可以哦。如果是一过了，就有一点不太顺，一过了一会比较好。那个都也可以改啊，都也可以不用都啊，也可以用努啊。对你看，因为努台湾努一过了，是不是？是对对对，可以的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是非常灵活的哦，不是死的哦。哈，好，所以都其实就是一，但是它也可以变成努。哈，好，米都来读下这个拼音，你这个拼是怎么拼的？读下什么？啊？少一个啊吗？当然要加啊，哈，虾、西呀、虾盖，哈，大概哦，好，你读来读虾盖，阿玛法利斯国阿尼那鸟了，哈，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好，就是这个拼音的问题了哈。你看，这个虾哦，就是社区嘛，社区其实也可以说是社会哈。这个西亚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介词的这个拼音规律哈。好，这个是应该 OK 了哈，应该下一句哈。好，年轻人为了谋求生计，多数人都离乡背井到大都会工作哈。好，那个小马他刚刚已经翻了哈。好，我们先看他的哈。嗯，啊，usa pilihas to nyaro o bisa halaka mikirim to saka olip taila itu kai matayala ko ka pa 哈，年轻人。好，所以它的主词在这里哈，年轻人哈，嘎巴，所以这个主词在最后面哈。好，usa pilihas 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是多数人哈，
好，Usabilias dunia 哈，Usabilias 哈，ku harumanai dunia 哈，多数人哈，好，加个一停顿，一。我比萨哈拉嘎阿米吉林多萨嘎奥利哈阿呆拉伊多盖阿马呆亚了，我嘎巴好。我比萨哈拉嘎阿米吉林努嘎巴好，所以这边可能这个摆在这里会比较好了哈，但是要改成努比较好哈，努嘎巴。我比萨哈拉嘎阿米吉林努嘎巴多萨嘎奥利巴呆拉伊多盖阿马呆亚了哈，这样好，我给它改成这样子了哈，好。多数人哈，它其实这个多数人可以连接到前面这句了哈，连接到这个子句啊。好，这样的话可以哈。好，我们看其他的。好，红爱的哈。nama Farid nama Farid tu nama Farid ku salikat nutama kita wanyi mitu urai ku syakai syakai Mafarid tu anini lo Mafarid 好，这个是上一句的了哈。看一下哈。嗯。好，那么法律过沙利克斯诺什么以台湾一好，米多乌来过香港马法律多安尼尼了，马法律多安尼尼了，米多乌来过啊，所以它的组织应该还是现今的部落了哈，社会哈，米多乌来过安尼尼了哈。过安妮妮爱尼亚了，这个提前哈，所以这个最好还是这样子哈。然后米都来过安妮妮爱尼亚了，然后用妈比较好，阿妈发例子哈，因为跟着部落跟着改变了哈，阿妈发例子古小盖好会比较好哈。这个度你要有度也是可以哈，阿妈发例子度古小盖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哈。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个是两个句子的这个连接哈，两个句子的连接米都赖过安尼尼亚了这是个句子，马法利斯多过下盖社会已经改变了这是两个句子中间加个就没有问题，两个句子的连接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哈。好，这个是书写的哈。
Saki olive ko kapa. Saka milias tunyaro ko alumanai atara tukai amatayar。好，那个苏贤，哎，这个 olive 在这里是名词哈，所以 saki 哈 saki 的后面只能接名词，所以它是名词，所以你前面要再加什么？哦，对，好，要加物哈。物 saki olive 古嘎巴哈，就是青年是为了要生活嘛哈。saki 它是 saki 就是有目的的啊，谋求啊，所以 saki 在这里可以当成是谋求，很好哦，这个词缀是很好的哈。但是它是名词，好，好，好，所以加物就 OK 了。好，saka 啊，milias tu nyaro ko alumanai 啊，达拉杜盖啊，马达亚了哈，这样就漂亮了哈。Tamang hoku tamla mikirim to sakang ain olip 啊，好，这个是哈。好，有干忙后哈，干这边还是加一个比较好，干忙后过当少哈。人还很年轻的，当还年轻的时候哈，mikirim 哈，mikirim 多sakang ain olip 哈，去谋求生活好哈，因为可以好的属于生活哈。阿鲁曼好，阿鲁曼古当少，阿鲁曼古当少。哦，你这个就是你是按照中文的顺序翻的哈。啊，对，所以这边我帮你修改哈。米利亚塞啊，米利亚塞度哈，米利亚塞度哈，米啊这边你有打哈，米利亚塞度鸟肉哈，米利亚塞度鸟肉不哈，过阿鲁曼奈哈，阿鲁曼，所以阿鲁曼奈要加爱哈，为什么要加爱？因为过单绕的话不行，要很多人哈。阿鲁曼奈啊单绕哈，过阿鲁曼奈也是可以哈。然后呢，呆了一多盖马达亚了哈，这样的话就顺了哈。有干忙后过单绕米吉林多萨刚刚爱呢，我哩米利亚斯多鸟了过阿鲁曼奈啊单绕呆了一多盖马达亚了哈，这样的话就比较顺哈。谢谢老师。嗯。好，那说的哈。Mami kirim tu sa kaolip ko kampah no niaro mamin tu milias tu niaro ini itu kai mamin tu hmm mami kirim ha mami kirim tu sa kaolip ko kampah no niaro 好，你这个一哈那个按错，
要这个一要前面要有转折语才会有一了哈。所以妈咪kirim tu saka olive kuka pahnuniaro 啊，这个一就不要。可是如果你要留一，前面还要加一个字，要加什么会比较好？不吗？对，加 o 会比较好。我妈咪 kirim tu saka olive kuka pahnuniaro 一啊，是不是？好，或者是 do 呢？好，因着，是不是？它其实是一个转折语，那转折语后面再加一会不会？do 呢？哈。Tuna mami kirim tu saka olive kuka pahnuniaro 一好，那马面度这个马面度不合适，这个马面应该是不能在前了啊，应该应该是米利亚斯度啊马面，这个马面哈很麻烦，它是名词哈，你这个字哈，这米利亚斯度马面是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讲离开。对，所以哈，如果是按照这个词组 milias do 满面的话，是表示是全部怎么样离开。沙度好用沙度好沙度啊 milias do niaro 好沙度啊 milias do niaro 啊带你读盖哈好，不要光好哦，这个沙度跟满面哈，它是都用法不一样哈。了解。我还没有说你就了解了。好，这沙度一般都在前，它不会在后。满面一般都在后，就是说它会在句子前哈，句子前。你可以问你的老师哈，你问你爸爸哈，是不是这样子哈？句子前一般的哈，一般不是句也可以说句子前哈。那满面呢，一般都是在词的后面，词后。哈，词的后面哈，你大概有这个想法就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词不一样哈。还有那个谁的了哈。这已经是那个了哈，这是另外一个了哈，另外一个句子。周末差不多了。好，我们再看下一句，好了。来，我们把这句讲完吧。好，然后那个，它是这个吗？它的中文是这样的。没关系。好，我就以它的中文来看哈。他们也都心怀家乡，以丰年祭、青年祭、农历过年回乡时顺便。
举办，那一样嘛，啊，那就不用啊。Masih nyaro ai haza tu kuvalzo nang la saka i kirumaan no nyaro pisulimatan tu tatem atau pa filungan i misa ngasau a mala horo horor ko larumaan ha bisa nyaro ai haza ha a pasi nyaro ai pasi nyaro ai pasi nyaro ai haza tu 所以这个度啊，应该在这里。巴西尼亚鲁爱度哈扎古法的做能了啊。萨嘎伊给罗马安努尼亚鲁啊，萨嘎伊给罗马安努尼亚鲁诶啊。好，这边要加一哈，一比苏里姆丹多达登阿多，好，一巴菲隆安哈，一米桑啊少啊马拉呼噜呼噜的古拉马安哈，所以这边最好是加一哈，一比较好。因为这个一是指示那个时间哈你看就像这个啊，这边是三杠一啊，这个一啊一样的概念哈，一给我们按哈，一比苏里姆蛋都达成，一巴皮隆案哈，所以这个一哈，丰年祭、清明节、农历啊、过年啊，这个一三个一哈，好，这个 OK。好，再等其他的哈。巴西哦，就是这个巴西哈也蛮好的哈，就是巴西它就有点是面相啊，当然这边是指心啊，心是向着啊，所以这个巴西是这个法罗座哈，这个心是向着面向着部落的啊，也啊，这个哈扎也他们的心啊，向着也向着部落的啊。所以因此啊，在部落的丰年祭啊，在这个整理墓的时候啊，和巴菲隆案啊，菲隆啊，菲隆是闽南语介词哈，菲隆是这个围炉哈，微柔啊，微柔哦，这个围炉的这个词转变的哈，好，米三阿少哈去做啊，阿少就是这个氏族哈，氏族家族哈，阿少是可以说是宗亲了哈，在这里是当宗亲哈，阿少。那罗马案就是家族哈，马拉呼噜呼噜的哈，互相这个交流拜访哈，凝聚感情。好，这个张默的哈。你是马伊鲁哈，马伊鲁，马伊鲁长呢都一年入爱，还是马伊鲁？
马一路写错了，啊，马伊想若哈，念了，写错了。没关系，好，好，还是用啊了哈，马伊若，马伊若章呢都一年了爱啊，安努一好一，这个要加一哈，一比基鲁马按哈，所以这个最好是 L 了哈，鲁马嘛哈，加嘛哈，比基鲁马按哈，安努一比基鲁马按，安努一啊一这边要加一哈，比阿西干都达成啊，安努一比好一比熊啊子好熊啊是这个日语介词哈，熊啊子也是过年哈，都。好，伊拉古比巴迪伦多马拉维纳维纳爱啊，少布啊就会加啊马拉维纳维纳呀加组了哈，聚集啊一起哈马萨欧布好加个马拉兹在哈马拉兹在马萨说阿绕所以这个一定要加哈，就是词跟词之间哈。Mayor Zangla to inyalo ay ano ipiki rumaan, ano ipi asikan to tatam, ano ipi syungatskan, syung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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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ungatsan to irago pi patireng to marawina na ay. sa opo mara 在masa so araw mali paha ko 这样的话可以了哈。好，谢谢老师。就是那个，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点哈，所以还要加一啊，加一就是说，我们通常是指时间或地点的时候，加一会比较好，因为有指示那个时间还有地点的意思，所以在丰年祭啦、扫墓节、在过年，然后加一个一哈，会比较好哈。好，我们看书写的哈。Cifalucu aja ko kapah to nyalo saka tara nyalo jangla ipi ilisinan ipi taungan to tato asan atau ipa filungan amisa nga sawan pulungan ko falucu nangla pulungan好，Cifalucu aja ko kapah to nyalo就是有心了哈青年呢有心也有心有什么心呢？对部落萨嘎达拉尼亚勒长了以比利山，他们前往部落在什么时候呢？比伊利西难这个丰年祭，以比达翁岸都达多阿善就是向祖先敬拜祭祖也可以阿杜以巴皮隆岸在过年的时候弥撒沙万弥撒沙万好，波隆恩过法了做那么大，波隆恩过法了做那么大，波隆恩凝聚大家的感情凝聚大家的感情，我看一下。波隆恩过法了做那么大。那个书信你有没有当然，你这个字是凝聚的意思了哈。你可不可以用更简单的词？那现在你的问题是这样，很简单。你用210去乘，怎么样会变成你传给我的那些数字？这个就是问题。一怎么说？一怎么说？
那个你觉得你啊那边哦，直接比较快哦，你就直接改，因为我的策略就是说我的抽换什么东西？那你1、2、3的1怎么说？自在，然后呢，要怎么改？马拉自在。因为是要我们大家一条心嘛，嗯，哦，如果我所以可以帮你啊，没有问题。马拉自在，没有拉，拉自在你愿。先把那个对，拉自在愿就是要求嘛，是不是？嗯，那自在愿古法的转变单哈，哦，好，要我们一条心，用了自在跟不隆恩哈，它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啦。嗯，就是说不隆它是属于这个人集合了哈，集合，但是它是指心嘛，是不是？对，好，就说你用这个词也不是错，但是用了自在愿更好哈。好，我的意思在这里哈。好，好，OK，它的原因曲好，红爱的哈。马马拉鲁麦，马拉鲁麦古法罗转能了，多年了。马拉鲁嘛，我就用马拉鲁，马拉鲁麦，心怀，好，好，等一下我们看了哈，马拉鲁麦古法罗转能了，多年了。i kirumaan, i bisulimatan, atau i papilungan，啊，这个比苏里曼蛋还不太够。那个红爱哈，比苏里曼蛋多哈，因为少木姐嘛哈，都大声哈，大声，这样的话这个才能够说得进苏里曼什么东西啊，加大声不加哈。啊，多一巴菲鲁安一啊，古木山，古木山啊，古木山啊，米少不爱，多nga nga sao nga nga sawan Salawi naman na nga malah ingit-ingit ko para mapulong. Oh, kumusan, kumusan may sao po ay. Hmm. Mi sao po ay 了哈，这个是应该是 o 哈，mi sao po ay。Kumusan mi sao po ay to nga sawan。氏族跟家族，我看一下中文哈，氏族跟家族。哦，你是聚集一起办的意思吗？哈，你应该是，所以比较简单的哈，我直接给你改好了，哈啊，比较简单哈。好，masa opo ai ha ko nga nga sawan atau salah wi na an ha masa opo ai ko nga sawan atau salah wi na an 哈，就是记举了哈，然后。哦，凝聚大家的感情哈，啊哈，
马拉英英一古法律做啊马不弄好，这个还可以接好，这样没有问题。然后哈masa upo ay ko nga sawan ato sarawin namin nga mala ingingil ha mala ingil 古法律做啊马不弄哈，全部的心都在互相靠近哈，靠近接近，好，这样比较好一点哈。好，还有吗？没有了。好，好，俺多少的这么短了啊？这个不对吧？但是那个你为什么会用马拉鲁姆？哈，马拉鲁姆，马拉鲁姆的话有点是那个，有点是忧虑、担难心哦。过，它有这个意思在哦。哈，所以可能这个字啊，你自己在调整哈。拉鲁姆的话，它是担心、忧虑，哈，也有难过的意思哈。它主要讲的是想念嘛，哈，心怀啊，不一定讲想念嘛，哈，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的把该来爱哈，把该来爱过发了之后，拿来一年多年了，有没有？向着那个地方，好，把该来爱过发了之后，拿来多年了，好，这个是最简单的词，好，好，我们把这个拿多的讲完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是讲到第8篇了哈，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应该可以按照这个速度10篇10篇的文化篇讲完哈，但是这个10篇都是短篇的，还不是长的。好，激发了做爱，激发了做爱度，激发了做爱度啊，激发了做爱度，能了。ko panialuan. Itini ipiilisinan ipitaungan tu tatem isyongatsan misa ngasaw misa ngasawan ngayay amara tsayay ko 法律做mapulungan 明白？好，这边激发了做爱，都这个地方不顺啊，那个安乐有怎么改？所以用鸡呢是什么？就是说，激发了做爱，你后面不能用能了。他们有心嘛，激发了爱度，脏了，对激发了说爱度脏了，然后后面要改，因为脏了已经是主词了，后面不能估。度激发了说爱度脏了，度搬了案ini piilisinan ipitaungan do dalam isyongatan misang ngasawan ngayay amala tsayay ko falo chok mapulungan mapulungan 所以这个哈，这个是跟前面有关系，它是一个连到前面的动词词组，哈，所以这个不弄案，好，你看看怎么改一下。那哎呀呀马拉之在那哎呀呀马拉之在古法罗做，
所以这个蒙阿呀阿玛拉自在呀古法罗做糯米大，然后呢什么？阿玛布隆，对，为什么不能叫按？为什么？它是名词，是吗？好，我再给你修改一下哈，你再看一下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它是一个连动词，所以它不能变名词。那阿呀阿玛拉自在阿玛波隆古法罗转那么大，可以理解吗？这个它其实是连着前面的动词。好，马拉自在呀阿玛波隆，它是个连动词。好，古法罗转那么大。这个所以主词后面的那个要特别小心，因为后面通常这个主词后面的呢，后面不可能是名词，一定要变动词，因为它是连在前面的，它应该是在估的前面它应该是在估的前面。好，那因为我们这个连续动作很多有些那个最重要的动词可能跑到最后面了哈。好，提醒大家。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哈。书写呢，我们就下课了。谢谢谢谢老下个礼师。拜的话，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上那个了哈，就下一个了，第8个哈，文化篇第8个哈。好，那我们下课了哈。